係，大家好，珍姐啊，最近咧香港咧有好多新嘅政策咧同埋活動推出喎。11月咧有粵車南下啦，仲有9號至到21號咧，仲有個全運會添啊！有幾個項目仲喺香港舉行嘅，有好多國內嘅朋友咧都會嚟到香港咧參觀呢個項目嘅，順便旅遊啦，同埋咧喺香港搵下個美食啦，嚟到世界知名嘅鯉魚門食海鮮都係幾好嘅行程表裏邊嘅最佳節目嚟㗎。點樣嚟到鯉魚門咧？可以開車嘅朋友咧，或者點樣泊車咧？阿珍姐咧一咧就為你介紹。粵車南下或者開車嘅朋友，鯉魚門咧嘅海鮮街嘅街口咧，仲有5個停車場喎，有380個車位，仲有100個咧係有充電泊位添啊，足夠大家咧嚟鯉魚門食飯泊車嘅需求啦。停車場嘅位置同埋收費，請參考下視頻內嗰個列表啦。喺香港咧，鯉魚門咧就係市區食海鮮嘅集中地嚟嘅。有人話嚟香港啊，冇嚟過鯉魚門食海鮮啊，就真係冇嚟過香港。開車嚟同埋粵車南下嘅朋友，如果喺導航度咧搜鯉魚門海鮮街，一般咧嚟講喺市區嚟到呢一度咧都係10幾分鐘嘅啫就到噶啦。我哋咧嚟到呢度咧就係順順街啦，見到咧呢度咧有啲呢個鯉魚啦，同埋咧歡迎光臨鯉魚門呢個柱咧一轉入嚟，咁就係3個停車場啊。有開車嘅朋友嚟到鯉魚門咧，其實交通都係好方便嘅。如果唔揸車咁啊，可以搭地鐵去油塘啦，又可以搭小巴啦。嗰啲小巴咧由油麻地咧嚟到呢度都有小巴噶喎，或者打的啦，甚至咧喺香港島咧搭船嚟鯉魚門都係好方便嘅。入到嚟咧呢個村口咧，俾大家睇下呢個鯉魚門嘅牌坊係咪好靚啊？好多人喺度打卡噶。沿住咧呢個避風塘村口一路行入去咧，好多海鮮店噶喎，售賣各式各樣環球嘅海鮮，同埋大大小小唔同嘅餐館都係喺一條街裏邊嘅。嗱，你哋睇下呢度咧，睇唔睇到南大門嗰個招牌？佢係最尾嘅，因為咧佢唔係面向避風塘，而係咧面向維多利亞港嘅，靠海旁一路咁樣走幾分鐘咧，入到去個店鋪，你哋就會見到270度嘅維港景色噶啦。由牌坊沿住海鮮街嘅通道走幾分鐘就到南大門噶啦。歡迎你嚟到南大門啦！為咗咧表達我哋一啲心意咧，如果咧你粵車南下出示有呢啲咁嘅有關嘅資料咧，我哋咧就會贊助你喺鯉魚門泊車嘅咧係港幣50蚊。呢度就係270度全海景嘅大廳啦。